我叫陈建林，即马是伫个高雄师范大学读电机的硕士。平常时我就介意耍一寡布袋戏红啊，做一寡手工艺品这物件。这无人教，这我家己真正是介意布袋甲一个兴趣我是看网络影片我捌去布工店啦，看人我甲问讲，会使借我看袂？伊讲无要紧你入边看。所以我就是加看一寡刻布工的、刻红仔头的人安怎刻，去学去模仿，偷学功夫咧。阿公阿嬷甚至厝的人大大细细拢讲台语，所以伫个上即个去幼稚园的中间进前我拢是讲台语的。生活当中就跟阿嬷有台语甲伊讲，有当时比如讲甲请教是，像讲去外口听到，还是讲看到报纸有一个袂晓的名词，我就会好奇，甲问捌听过无安尼。我要问你一样代志啦，顶帮我去看报纸伊甲我教一个讲鉗啦，鉗即个意思啦。比如讲红毛鉗4、5年，迄个鉗啦，即摆较少人咧讲。迄鉗的意思是啥？鉗就是敢若讲欠啦，欠家啊。就是，比如讲欠家啊。欠家意思，支持一个家庭的意思那叫鉗啦。老祖啊。你今年几岁？我今年63。下尾你旧年63，今年63。参加台语比赛来讲，我差不多伫个国校就开始参加。过程当中，阁有着顶安尼，就真心实阁有成就感安尼。过程我就是开始慢慢国校国中高中。一路就是若有即种比赛，我就有兴趣去参加安尼。印象较深的，就是迄当阵学校的题目是我上喜欢的一项代志，我就写布袋戏。因为我自细汉就喜欢看布袋戏，甲这写入咧我的演讲的稿内面。我一开始我就用3-4种声来开始。各位评判先生，各位参赛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编号第3号的参赛者。今仔日我所要演讲的题目是我上喜意的一项代志。我上喜意的一项代志。老祖你今年几岁？63。尼逐年拢63。迄煞毋知影我当这一样拢无食，逐年拢嘛63。你够巧嘅，到哪里才知？布袋戏就是我上喜意的一项代志。平常时，伫个热天的下晡，庙口总是会请来一场布袋戏。我上喜意是伫遐坐椅头仔顶，看台上搬7劫5义，搬忠勇好义的故事。参加台语比赛影响，我感觉影响我上深的应该是讲我咧表达的方面，以及即个台风，也就是自信的方面，要有自信，讲较袂安尼揪安尼。文官机密安天下。事实上，若真正讲开始算、开始接触，会当讲是，敢若是2002年03年，差不多国考2年3年迄个时阵。迄当阵我会记得我细汉时阵，爸爸甲我讲一个故事，讲
黄俊阳、黄布袋戏吼，迄足有名，迄声音拢共一个，我都毋信。有一摆看公演的时阵吼，迄黄俊阳安尼徛出来，麦克摕，伊一个人讲3、4种声，我就开始学，学总囝人，好，我是，总囝人，安尼，真趣味啊！我就是开始学习，开始去学即个声啦，记即个开口安尼，就开始慢慢愈聊愈深安尼。细汉拢无真正去请教啥物师傅啥，我拢看迄影片，影片迄动作安怎振动吼，我就开始练习。毋过有当时动作嘛是无遐尔正确，是讲无遐尔详细，我就是去请教即个陈锡煌师傅安尼。数甲过啊，拄着一个查某囡仔无生。昆托我学三豆腐，昆托我学三豆腐，安听有无？有啊。昆托我学三豆腐是一种较早古早时代一种诗啦赋啊，三豆腐。迄煮三豆腐。系。灵吟四海，灵吟四海，九州诗。月中丹桂连滚本，不许逢人，跌半支，袂晓互别人。挽即个叫迄个压半支。倒位无迄落无斟酌的所在？拄啊我就知影洪小伟就知。我知啊。伊教人讲，靠较野呢，用手用看年纪。哦。用手用看。应该为咩安尼？这是较早时代。哦。较早时代，阮老爸咧教咧教呢。哦。用教呢太寒呢，像手呢。我讲究啊，讲究。你看呢？手会看你野的。好难看。看见野靠后壁就。野就无人讲。是毋是甲你野呢？对啊。都讲老爸你野拢共款啦，伊拢野呢。即个佫免用五手野，对。即个咱这个公安读咧，怎啊公安读咧落？较早拢着爱人野。即个动作我可能着爱练。伊功夫有无够，袂使安尼啦。我打了真个，这手一骹就好，那个真个，个真个，毋是新的哦。哦。推萨布袋来讲，差不多是休寒休热的期间，拢会去国校带学生囡仔，就是用布袋戏弄伫要伊的内容内面。搁再来，平常时我会去演出，比如有一寡剧团有欠人的时阵，我会去甲斗相共。搁再来，嘛有一种方式是讲我用这网络做一寡影片记录起来，放咧网络顶悬。这真趣味，布袋竟然会使变出遮尔多元的物件，甚至会当甲这个语言啊，甲这个文化保留落来。我感觉这是真好的一个代志，所以我足拍拼要做，希望大家拢会当来斗相共，出家己的一点力量，一点仔，慢慢好，即久嘛会淡安尼啦。